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28，咱要对民数记第16章读到第20章。咱所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6章，利未的曾孙、哥哈的孙、以斯哈的囝科拉，甲鲁本的后代以利亚的囝大坦、阿比兰，甲比勒的囝安，因起来反抗摩西，带以色列人中间250个有名望、受会众选出的领袖，做伙去找摩西。因联合攻击摩西甲阿伦，讲：恁上过分啦！全体会众，逐个人拢是圣，上主嘛伫因中间。恁是安怎自高？看家己比上主的会众较悬。摩西听到这个话，就拍伫涂骹，对科拉甲因迄群人讲：明仔早起，上主要指示什么人是属伊的，什么人是圣，就会叫迄个人就近伊。上主要互伊竞选的人亲近伊，恁着安尼做。科拉甲恁这群人着摕香炉来，明仔载，恁着伫上主面前，伫香炉内面点火，点面下香。上主敬着的人，伊才是圣。恁遮的利未的子孙，才是上过分啦。摩西佮对科拉讲：利未的子孙，注意听，以色列的上帝甲恁对以色列的会众分别出来，互恁亲近伊，办理上主会幕的事，佮徛伫会众面前互使，这减是小可代志。上主佮互你甲你的亲族利未的子孙做伙亲近伊，恁要求祭司的积分是无？你甲恁这群人联合，是在攻击上主。阿伦是啥人？恁竟然对伊发怨言。摩西找人去叫以利亚的囝大坦甲阿比兰，因讲：我毋去。你甲阮对老年甲密的埃及地带出来，害阮死伫旷野，佮要家己做王管辖阮是无？你毋若无带阮去到你所讲老年甲密的地，无互阮有田园甲葡萄园做家业，佮要学这人的目睭是无？阮无要去你遐。摩西就非常生气，对上主讲：求你毋通接纳因的诫命，我毋捌牵过因一只驴，嘛毋捌害过因一个人。摩西对科拉讲：你甲恁这群人甲阿伦，明仔载拢得来徛伫上主的面前。恁250人，逐个着带香炉，内面点香，来到上主的面前。你甲阿伦着家己带香炉来。因逐个人就摕香炉内面点火，点面下香。因甲摩西、阿伦徛伫会幕门口，科拉召集全体会众来会幕门口攻击摩西、阿伦。迄时上主的眼光会众很远。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恁着离遮的会众较远嘞。我要伫10000年久的中间，甲因消灭。摩西甲阿伦就拍伫涂骹讲：上帝啊，想赐性命互世间人的上帝，一个人犯罪，你就对全会众发大生气是无？上主吩咐摩西去甲会众讲：恁着离开科拉、大坦、阿比兰布片的四周围。摩西去大坦、阿比兰遐。以色列的长老嘛缀伊去，伊吩咐会众讲：恁着离开这歹人的布片，因的物件拢毋通摸，才免恁甲因做伙消灭。
会众就离开科拉大坦阿比兰布片的四周围。大坦阿比兰甲因的某囝儿、因的细囝拢出来徛伫因家己的布片门口。摩西讲：是上主找我做这个代志，所以恁着知，毋是我照家己的意思在做。这个人若甲一般人同款自然死，拄着甲一般人同款的遭遇，就是上主无找我。上主若做一项新的事，互地开喙，将因甲迄群人拢吞落去，互因活活摔落阴间，恁就知这人藐视上主。摩西话拄仔讲煞，大坦甲阿比兰下面的地就裂开，地裂开，将因甲因的家眷，以及所有属可拉的人财物拢吞落去。遐人甲所有属因的拢活活落阴间，地伫因的顶面阁合活，因就对会众中间消灭。伫因四周围的以色列人听到因嚎叫，就拢逃走，讲：咱嘛会互地吞落去。阁有火对上主遐发出，吞灭迄250个献香的人。上主命令摩西吩咐祭司阿伦的囝伊利亚撒，甲遐个火炉对火中捡起来，佮甲遐个跌倒的火炭摕去较远的所在，也好煞。遐个香炉已经是圣，遐个香炉已经献互上主，所以是圣的。你会将遐个犯罪害家己性命的人的香炉对做规片，搭伫祭坛，通做以色列人的鉴戒。祭司以利亚撒就甲遐个人所献糖的香炉摕来，对做规片，甲祭坛包定，互以色列人做鉴戒。这免毋是属阿伦后代的外人伫上主的面前烧香，亲像可拉甲因迄群人受消灭。这是照上主通过摩西对以利亚撒的命令。隔日，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拢埋怨摩西甲阿伦讲：恁害死上主的子民。会众自责攻击摩西甲阿伦的时，忽然看见会幕有云盖地，上主的阳光显现，摩西甲阿伦就来会幕头前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恁着离开这个会众，互我通伫10000年久的中间，甲因消灭。因2个人就趴伫涂骹。摩西对阿伦讲：去摕你的香炉，将祭坛顶的火下伫迄顶内面，顶面下香，较紧带去会众遐，甲因赎罪，因为上主已经发大生气。瘟疫拖开啦。阿伦照摩西吩咐，摕香炉走入去会众中间。哎呀，瘟疫已经伫人民的中间在拖啦。阿伦就将香下伫火顶面，甲人民赎罪。伊徛伫活人甲死人的中间，瘟疫就停止。除了因为可拉的事件死的以外，拄着瘟疫死的共14700人。瘟疫停止了后，阿伦就倒来会幕门口摩西遐。第17章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，逐支族的首领，拢着举因的管仔来，拢总12支。你着伫因的管仔写因的名。利未迄支族迄支管仔着写阿伦的名，因为逐支族的族长拢有一支管仔。你着将遐个管仔摕来会幕，下伫约柜的头前，就是我甲恁3会的所在。我所敬迄个人，伊的管仔会不圆。安尼，我要互以色列人袂阁埋怨恁。
摩西将这个话甲以色列人讲，逐个支族的首领就将因的管仔交予摩西，一个支族一支，共12支。阿伦的管仔嘛伫迄中间。摩西就将遐个管仔摕入去放约柜的帐幕内面，下伫上主的面前。隔日，摩西入去放约柜的帐幕，看到利未支族阿伦的管仔已经半硬，生花蕊开花，结杏仁。摩西对上主的面前举迄支管仔出来，去以色列的众人遐，互因看。逐个族长就去举家己的管仔。上主对摩西讲，将阿伦的管仔放倒去约柜面前，做这个背逆的人的鉴戒。安尼，因就袂阁对我发怨言，嘛袂因为安尼来死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做。以色列人对摩西讲：惨啦！阮会死，会灭亡，阮会死了了。所有倚近上主的会幕的，拢会死。安尼，阮稳死的。第18章，上主对亚伦讲：你甲你的囝儿以及你的亲族，着承担圣所所侵犯的罪。你甲你的囝儿着承担祭司这份受侵犯的罪。你着带利未支族的人来，伫你甲你的囝儿伫会幕服侍的时协助恁，因着做你的助手，做会幕的工课。毋过，毋通倚近圣所的器具甲祭坛，才免因甲你拢死。因着甲你做伙伫会幕服侍，做会幕所有的工作。毋过，毋通互别个支族的人倚近恁。恁着负责执行圣所甲祭坛的工作，才免我的受气搁临到以色列人。我有对以色列人的中间经恁的亲族利未人赏赐恁，归乎上主，通办理会幕的工作。你甲你的囝儿着伫祭坛甲会幕内面，尽恁做祭司的职分。这个祭司的职分是我互恁的礼物。若有别个支族的人倚近恁，着互伊死。上主阁甲阿伦讲：我将以色列人分别做成，献互我的礼物交代你。这个物拢赐互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婚约。人民献互我至圣的素祭、赎罪祭、赔罪祭中间，无伫祭坛用火烧的祭物，拢归互你甲你的后代。这个是至圣的物，你着慎重来食，查甫人拢通食。你着看这个物做圣。以色列人所献野悬也是摇过的祭物，我嘛拢赐互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婚约。你厝内所有清气的人拢通食。以色列人献互我上主初熟的物，最上好的油、酒甲五谷，我拢赏赐你。这个拢归互你。你厝内所有礼仪上清气的人拢通食。以色列人永远献互上主的物，拢要归互你。所有献互上主头上生的，无论是人还是精生，拢归互你。毋过大囝一定着赎回，无清气的精生头上生的嘛着赎回。要赎回满月以上的，着照圣所的工钱，6 57公克的银。毋过头上生的牛、绵羊、山羊，你毋通赎回。这个是圣，因的火着朽伫祭坛，油着用火烧做芳芳的祭，献互上主。遐个肉亲像正腿以及摇过的胸坎肉，相款拢归互你。以色列人野悬献互上主圣的祭物，我拢赐互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婚约。
这个是上主甲你的后代所立永远袂废除的约。上主对亚伦讲：你伫以色列人的境内无产业，伫人民的中间无分野，我就是你的分野，你的产业。上主讲：以色列人的1/10奉献，我已经赐予利未人做产业，报答因伫会幕服侍的劳苦。其他的以色列人毋通搁瓦滚会幕，才免因犯罪来死。利未人做会幕的工作，着承担因家己的罪，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律。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毋通有产业，因为以色列人将出产的1/10做特别的礼物奉献予上主。我将这个赐予利未人做产业，所以我吩咐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毋通有产业。上主命令摩西吩咐利未人，上主有将以色列人献予伊1/10的奉献，使恁做产业。恁着对迄1/10的中间，搁摕1/10做特别的礼物献予上主。这个特别的礼物，拄亲像这是人所献粗色的麦仔，甲酒曲的新酒。安尼，恁对以色列人得到的1/10，摕来做特别的礼物献予上主，将这个归予祭司亚伦。恁着对所得到一切的礼物，将上好的分别做成，做特别的礼物献予上主。你着对利未人讲，恁已经对迄中间奉献上好的礼物，这拄亲像献粗色的麦仔，甲酒曲的新酒。恁甲恁的家眷，通伫逐所在食恁奉献所剩的，这是恁应该得到的，报答恁伫会幕做工的劳苦。恁若奉献上好的礼物予上主，然后食奉献所剩的，就无罪。若无先奉献上好的礼物，恁就是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，得受处死。第19章，上主对摩西甲亚伦讲：上主所命令的律法有一条，安尼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牵一只健康无瑕疵、毋捌挂胆的赤色牛母来你食，着将伊交予祭司以利亚撒，带出去营外，伫以利亚撒的面前，甲伊杀死。祭司以利亚撒得用剪头运火，会幕头前嗅7遍。着有一个人伫祭司的目睭前烧即只牛母，嘛将伊的皮、肉、血甲粪烧掉。祭司着将百香茶、牛切草、朱红色的丝，拢撒伫烧牛的火中。后来祭司着洗伊的衫，洗身躯，才通入营地。到日落以后才清气。烧牛母的人嘛着洗伊的衫，洗身躯，到日落以后才清气。着一个清气的人收拾牛母的躯，保存伫营外礼仪上清气的所在，留地最清洁的水的路用，通甲以色列会众的罪除去。收拾牛母的躯的人，着洗伊的衫，到日落以后才清气。这要做以色列人甲寄居伫因中间的外族人永远的规律。老人摸着人的尸体，就会7日久无清气。迄个人到第3日，得用迄个掺赤色牛母的躯的水洁净家己，到第7日才清气。伊若伫第3日无洁净家己，到第7日还是无清气。老人摸着人的尸体，搁无清洁家己，就是拍垃圾上主的会幕。这个人
就甲伊对以色列人的中间隔出，因为伊的身躯无受洁净的水，伊还无清气。下面是有关人死伫布边内洁净的条例，入去迄个布边，以及所有伫布边内的人，7日久拢无清气。布边内无看挂的器具嘛是无清气。老人伫野外摸着互人刣死，也是自然死的尸体，也是人的骨头，也是摸，7日久拢无清气。这位无清气的人，摕一寡赤色牛母的肤下伫器具内，倒活水伫迄内面。就有一个礼仪上清气的人，摕牛舌草混这个水，嗅布边所有的器具甲布边内面的人，搁嗅遐个摸着的摸骨头自然死的人，以及摸着尸体的人。第3日甲第7日，清气的人就甲遐个无清气的人嗅水，互因到第7日得到清气。遐人就洗衫、洗身躯，到日落以后才清气。迄个无清气，搁无去洁净家己的人，就对会众的中间甲伊隔出，因为伊拍落三上主的圣所，洁净的水无嗅伫伊的身躯，伊是无清气的人。这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规例。迄个甲人嗅洁净的水的人，就洗伊的衫。老人摸着洁净的水，日落以前伊是无清气。互无清气的人摸着的物件是无清气，摸着遐物件的人，日落以前拢无清气。第20章，正月，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神的旷野，伫加迪斯扎营，米利安死伫遐，就安葬伫遐。会众无水通啉，就组织攻击摩西甲阿伦，因去甲摩西吵，讲：可袂得阮的同胞死伫上主面前的时，阮嘛做伙死咧。恁是安怎甲上主的会众带来这个旷野？是要互阮甲阮的精神死伫遮是无？恁是安怎带阮出埃及，来到这个歹所在？阮伫遮无所在通野种，通种无花果、葡萄、石榴，阁无水通啉。摩西甲阿伦离开会众，去会幕门口，趴伫涂骹，上主的阳光对因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去甲约柜头前迄支管仔举来，甲你的兄哥阿伦召集会众，伫因的目睭前命令石盘出水，水就会对石盘流出来，互会众甲因的精神啉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，甲管仔举来。摩西甲阿伦招会众去石盘遐。摩西对因讲：恁遮背逆的人听咧，阮检着互石盘出水互恁啉。摩西举手内的管仔，甲石盘讲两下，就有真侪水流出来，会众甲因的精神拢啉。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：因为恁毋信我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我做圣，所以恁袂当带遮的会众入去我要赐互因的地。遮的水就叫做米利巴水泉，因为以色列人甲上主吵，上主就对因显明家己是圣。摩西对加迪斯找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讲：你的亲族以色列人安尼讲，你知阮有拄着真侪艰苦，阮的祖先落去埃及，住伫遐几若年。埃及人压迫阮甲阮的祖先，阮哀求上主，阮伊听阮的声，就派使者带阮离开埃及。现在阮伫你边界的城加迪斯，但请允准阮经过你的地，阮袂对你的田园甲葡萄园过，嘛袂啉
井水，只有行大路，袂偏左偏右，一直到过你的边界。以东王讲：恁袂用得对我遮过，若一定要过，我要派兵攻击恁。以色列人甲伊讲：阮会对大路过去，阮甲精生若啉你的水，阮会照计数互你。拜托，请允准阮过。以东王讲：不准恁过，伊就带一大阵武装部队出来攻击因。安尼，以东王毋准以色列人对因的土地经过，以色列人就驶对别个方向去。以色列全体会众对加迪斯出发去到何尼山，伫以东边界的何尼山，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阿伦念伊会死，伊袂当入去我要赐予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伫米利巴水泉的事件，恁违背我的命令。你着带阿伦甲伊的囝伊利阿撒上何尼山，甲阿伦的衫脱起来，互伊的囝伊利阿撒穿。阿伦会死伫遐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做，因三个人伫会众的目睭前上何尼山。摩西将阿伦的衫脱起来，穿伫伊的囝伊利阿撒身上。阿伦就死伫山顶。摩西甲伊利阿撒落山，以色列全家知阿伦已经死，就为阿伦提哭30日。咱今日读圣经节伫民数记第16章到第20章。